们到家了。星星，星星，星星，星星突然跑到伊曼那里，我把她送回来了。你们好好照顾她吧。星星，哥哥先走了，你听妈妈的话，知道吗？ 你为什么要到处乱跑啊？你要是走丢了，你怎么办？你要妈妈以后怎么办？我看你还敢乱跑，你还敢乱跑！打孩子干嘛？我教我女儿用不着你管。她也是我女儿。今天就是因为你才会发生这件事。阿姨，送客。单总。 你坐。我最近会很忙，必须要交代你一些事情。单总，那个有什么话就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关于星星的留言，对，星星不是沈建华的女儿，你知道这一点就够了。 现在公司的处境十分危急，伊曼一定会因为这件事情向我发难。我们即将会有一场硬仗要打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问的太多了。你现在是我最相信的人，我会把红酒节的一切都交给你负责。你必须要保证。 碧翠在红酒节上一定能够成功。明轩，这是公司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。我打算在红酒节上彻底打败沈一曼，收购盛美家。您都说了，现在是我们公司资金最紧张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，我如果不收购盛美家，他也会从我手里夺走碧翠的。 这个时候，我只能够铤而走险，一招制敌，否则我就只能够坐以待毙了。我不懂哎，要怎么一招制敌啊？根据我的判断，伊曼他丧失味觉是真的。只要我们能够拆穿他的谎言，证明他不能够再担任品酒师，盛美家就完了。李璇，我知道你对我做的某一些事情。 你或许不能够谅解，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清楚，只是请你不要怀疑我对于碧翠的用心。这是建华的心血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保住她。沈小姐，您父亲的死亡证明上显示他是死于脑中风。 我是费尽了周折才从医院搞了这份死亡报告，上面显示死因是颅内出血，就是在上大脑供氧的时候血管突然爆裂了，大脑一旦缺氧，短短几分钟之内便会死亡。我真没想到，他一直都好好的，怎么突然间就脑中风呢？啊，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也做过调查，通过您父亲的病历和体检报告上显示，他一直有高血压。 而高血压就是引发脑中风的主要病因之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好，沈小姐，没什么事情，那我先回去。这么说，我爸的死跟那个女人毫无关系？我不相信。 我不相信。给自己大大压力。医生，他到底怎么了？胸闷心慌，有的时候还会有心绞痛。小姐，你不知道你有心脏病吗？心脏病？不可能吧？千真万确。 你应该属于先天性心脏病，你们家族里没有心脏病史吗？没有啊。医生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之前我做过体检，也没有提过有心脏病啊。你应该不是第一次有这种胸闷心慌的感受吧？
以前是有过，但是没有这么严重。其实啊，你的心脏病并不严重，早期呢和常人无异，你没有关注也是正常的。你有抽烟饮酒习惯吗？哦，他不抽烟，但是经常喝酒，因为他是品酒师。我建议你啊，这酒不能再喝了，这很可能是造成你心脏病的罪魁祸首。不喝酒的品酒师是品酒师吗？年轻人啊，健康才是人生最重要的。为了健康，不做品酒师又如何呢？放心吧，医生，我一定好好监督他，不让他再喝酒了。啊，这样，我先给你开些药。这心脏病啊，得好好养着，知道吗？细想起来，上一次那个中医说我心脏不好，我还以为他判断失误呢，一直没有在意。对了，你的嗅觉恢复的怎么样了？之前周院长的疗法是挺有效的，不过最近好像又差了一点。姨妈，你是不是又很久没有去见周院长了？红酒节快到了，我实在是没有时间。我不管什么红酒节不红酒节，你今天必须跟我去看周院长。医生说的对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好吧，碰巧我也想问问他，我爸爸生前的身体状况。周院长认识你爸爸吗？当然认识了，他是我爸生前的私人医生啊。两位稍等，院长一会儿就到。谢谢。一曼，你就是不配合我的治疗方案，找各种理由把治疗往后推。对不起，周院长，我最近一直在忙着红酒节的事情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情想问清楚的。你一直是我爸爸的私人医生，他生前的身体状况，你最清楚吧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？我爸爸有心脏病历史吗？怎么？你身体不舒服？是的，我今天查出我有先天性心脏病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盛先生啊，一直处心积虑，但是还是不可避免。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爸爸是有心脏病，不过为了他的红酒事业，他一直隐瞒着。这件事情只有我和你爸还有沈太太3个人知道。我劝他，身体健康更重要。可是他说，不让他碰红酒，他宁愿去死。可是他为什么要隐瞒病情呢？连伊曼也不让知道。如果外界知道了，碧翠集团的老板、红酒教父患有心脏病，并且伴随着心脏病的爆发，随时都可能死去，谁还愿意跟碧翠集团合作？这对盛先生很不利，所以他一直隐瞒着。那伊曼的病情也会那么严重吗？伊曼还很年轻，只要他注意保护心脏，问题不会太大。这是好事儿啊！您为什么不直接跟单总说呢？你也知道单丽对我的态度，我怕她不同意我带孩子去上海，所以这件事还需要你在旁边多敲敲边鼓。不会的，其实欣欣的病对于单总来说一直也是他一块心病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嗯，行，那我先走了，谢谢啊。别介。嘿，哎，我怎么在哪儿都能看到你？你这个跑哥，你怎么哪儿都要去？行了，在这坐下吧。李大叔，您怎么来了？这精神怎么不太好的样子？嗯，有吗？啊，这2天没休息好吧？李丫头，其实我是来向你辞行的。辞行？你要去哪？不知道，反正这个地方已经非常不值得我留恋了，我决定要离开。不是，这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要离开呢？单总怎么办？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合我了，
就像是我的英文一样，不管我怎么努力的去说，在你们听来都像是个笑话一样。我觉得我继续留在这儿追求丽丽，这本身也是一个笑话。谁说的？您对单总的那种单纯和执着，我们所有人都特别感动，真的。别安慰我。唉，我还是想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城市，在那儿可以不说英文，没有人会管你的身份呀、地位是什么样的。我只想做回李海洋，今后的日子我都想那样活着。李大叔，你突然这样，你要不说英语了，我一定好不适应的。人总不能为了取悦别人而迷失了自己，这是我刚刚悟出来的道理啊。诗珍，尽管我还是十分讨厌你，但是我祝福你，对丽丽好点，对星星好点，这是我曾经努力追求的方向，但是现在我放弃这个努力了。说实在的，我也不喜欢你，我觉得你不够成熟。但是到你这个年龄还能这么单纯，我也很佩服。好，我就当你是夸我了啊。你放心，对星星好是必然的，因为她是我女儿。至于单丽，我跟你一样，她一直以来也看不上我。你这么说，我心里就舒服多了。所以我对她不会像你一样对她那么好，我做什么都需要有回报的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，活得开心就好了啊。李丫头，麻烦你把这封信转交给你们单总。李大叔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我送送你吧。千万别送，我最怕那种送别的场面了，别送啊，别送。你要是想送的话，要不你送我一瓶红酒吧，我留个纪念。好，我去给你挑一款。李大叔，这一款单总最喜欢的，做个纪念吧。我也会喜欢。我伤害了一个好人。单总，李大叔说他马上要离开深圳了。其实这些我也不该说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李大叔真的对你特别特别好，你为什么不试着接受他一下呢？我很感激他，但是我知道，我不可能像他对我一样的爱他，所以我应该要祝福他，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单总，你先忙，那我先走了。周院长，您终于有时间肯见我了。好啊，好，那就明天上午吧。没关系，我去您医院拜访您也行啊。好，那我们明天见。我还是觉得我爸死得蹊跷，哪里有问题我说不清。总之是有问题的。一曼，别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了。你不是已经让张文去调查了吗？这件事情就交给张文吧。我爸爸有心脏病，作为女儿的，居然一无所知。我
真的很不孝。周院长不是说过吗？你爸隐瞒家族性的心脏病，是不想给你太大的心理压力。而且，当时你的心脏也的确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。医生也说过，有些先天性的心脏病，后天是可以痊愈的。你爸爸当然希望你就是其中的幸运儿了。朝夕，这些日子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。能陪着自己心爱的人，我觉得很幸福。对了，一曼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对星星的事情那么耿耿于怀了？我知道你还是很疼星星的，你疼了他这么多年，星星也很依赖你。我那天的态度是不是很不好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星星虽然不是你的妹妹，但还是那个星星啊，是不是？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先回去了，我还得去研究一下明天的案子。你明天还会继续提醒我吧？当然了，我走了。喂，是星星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敲一下电话。你想姐姐吗？姐姐也很想你。星星，姐姐对不起你，你不要生我的气好吗？这么好的红酒，谢谢沈太太慷慨相赠啊！建华在世的时候，你没少替他的健康操心，现在伊曼的健康也要劳你费心。为了感谢你，这瓶酒根本算不了什么。伊曼的情况你知道了？伊曼他就是太争强好胜了，把全副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。失去嗅觉跟味觉，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。我也在帮他四处找医生。啊，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，我说的是伊曼的心脏病犯了，建华一直担心的事情，还是无可避免的发生了。沈太太，沈太太，我只是忽然想到，建华曾经跟我提过，伊曼他身体不好，原来是因为他有心脏病。周院长，那伊曼的嗅味觉治疗现在到什么程度了？我有朋友在法国推荐了当地很有名的医生，是专门治疗这种功能性的嗅味觉失灵的，所以想了解一下他具体的情况。你也知道，伊曼他向来跟我处不好，他从来都不肯接受我的好意。但是为了建华，我当然不会跟他计较。我只希望有一天我的善意可以打动他，他能够明白我的用心，一家人可以好好的生活在一起，那就够了。是啊，都说后母难当啊。这样吧，我把伊曼在我这儿的治疗病历给你看一下，情况呢还不是很乐观。等等，我去拿啊。陈太太，这是伊曼的病历档案。
上次啊，我帮他隐瞒病情，一方面呢是感谢赵熙对我的帮助，另一方面啊就是对沈先生的缅怀。他在世的时候啊，对我的帮助很大。多亏了周院长，您帮了伊曼大忙，否则他的公司很难度过那次的危机。是，所以沈太太，这个事啊，对外一定要保密。我知道，您放心。院长，谢谢你。没事了，我先走了。那好，沈太太，我送你。单总，你去通知各大媒体，红酒节上我们碧翠虽然输了，但是今天我们要跟盛美家下战书。明天中午在碧翠会有一场盲品会，一决高下。下战书啊，这是要做什么？伊曼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。这话怎么说？一直有一种说法，沈总其实早就失去了味觉，根本尝不出任何味道。他说的都只是谣传，那如果是谣传的话，就不一定是真的了。是真是假，请沈总在大家面前盲品一下，不就知道了？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一曼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大家好，下面我们有请盛美家的沈总为大家。99年，金山谷赤霞珠红葡萄酒。1号酒金山谷赤霞珠，1999年，正确。88年，拉菲传奇波尔多干红。2号酒拉菲传奇波尔多干红，1988年，正确。
09年，迈巴赫，蓝色经典，白葡萄酒。3号酒，迈巴赫蓝色经典白葡萄酒，2009年，完全正确。一曼，原来你的味觉已经恢复了。这也是我没有继续来治疗的原因。你这个丫头，连我都敢骗。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周院长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其实星星不是我爸的亲生女儿。单丽她进我们沈家是有目的的。现在她四处挖角，想吞并我们公司。如果她来找你打听的话，你可以帮我吗？看来，谣传毕竟只是谣传。沈总，真不愧是国际品酒师啊！下面我们有请碧穗酒窖的林轩为大家盲品，掌声欢迎。大家等一下。单总，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。我要检举碧翠集团的单丽。单丽是你的继母？是的。你指控她杀了你的父亲？没错。不好意思啊，请问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怀疑单丽跟沈建华的死有关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建华的死是个意外，我没有杀他。没有杀人的话，为什么要篡改死亡证明啊？这不是做贼心虚吗？你说什么？你不用再撒谎，我爸爸根本不是死于脑中风，是你买通了医院，篡改了死亡证明，你逃不过，是时候该了结了。单总，请。怎么可能啊？现在证据确凿，怎么就不可能？当我得知你大伯患有心脏病的时候，就已经表示怀疑了。于是乎，我就找到那家医院，找到那个开死亡证明的医生，在我威逼利诱、斗智斗勇之后，他终于说了实话。原来你大伯真的是死于心脏病。既然是死于心脏病，跟单总有什么关系啊？看看，我终于发现你有脑子不灵光的时候啊！如果不是谋杀的话，单丽她为什么要在死亡证明上作假呢？为的就是要掩盖真正的杀人目的。妈妈，你好聪明啊！别这么夸我，我会骄傲的。以下呢就是我的推理：星星她不是沈建华的孩子，被他知道以后就要跟单丽离婚。单丽不愿离开沈家，她为了要拖延时间，就用了某种药物来控制住了沈建华的病情。然后呢？然后有一天，因为药物的关系，沈建华就突然心脏病突发死亡了。哎呀，单丽啊，应该是怕别人查出真相，他就买通了那个医生，开了假的死亡证明。沈建华这个人平时患有高血压，脾气又暴躁，死于脑中风，就不会被别人怀疑了。哎呀，真想不到，单总原来是这种人啊！那就只有交给警察处理喽。你呢？你信吗？我从小其实就一直看着这些大人在斗争，我不敢说我相信我婶婶。这件事情我持保留态度。我下午还要去唱片公司，听说单曲在网络上面点击率非常高，
蔡老板说打铁要趁热，我先走了。再联络啊！我要先去公司了，我聊吧。你也走啊？你也走了。哎，娜娜，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家饭店不错，一会儿我们去吃好不好？碧翠群龙无首，许多订单也都取消，改跟我们合作。几个大的投资公司也想要约见你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一满，你怎么又喝酒啊？医生不是不让你喝酒吗？开心嘛？我知道你开心，可是你也不能拿自己身体开玩笑。你别这么生气呀。你知道吗？当年我建立盛美家，就是要在我爸爸面前证明，我更加有资格去拥有碧翠。从明天开始，碧翠就是我的了。一曼，我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。如果真的是山里他杀害了你爸爸，他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但是我希望你答应我，从今天开始放下仇恨，开开心心的，好吗？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林小姐，林小姐，请问你对单丽被抓之事有何看法？林小姐，请问单丽和沈建华两个行主他们进展正常吗？林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你认为单丽是真的杀死沈建华的凶手吗？对不起，我无可奉告。我希望大家能够公平一点，不要没有证据就随便扣人帽子。谢谢。哎，林小姐，单总，你再等等我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外面别人说什么话，你千万不要听，也不要放在心上。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这段时间会很乱，很困难。明天我就会请律师过来，把碧翠的营运都委托给你。委托给我，行吗？如果你不相信自己，那就永远都不行。林轩，我现在能够依靠的就只有你了。你千万不能够自乱阵脚。大家能过来一下吗？我知道我比大家都晚进碧翠，没有什么资格说话。我就想问一个问题：如果现在碧翠倒了，你们心里会舒服吗？单总是什么样的人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他平时待我们很好，现在他出事了，我们就这样回馈他的。我们帮单总做不了什么，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让碧翠维持一切正常的运行，这是我们现在能做的，不是吗？你说的对，今后我会在碧翠一直陪着你，直到我们渡过难关。你们都过来。我们要把工作做好，不然人家看不起，好不好？好。要不要？要。行不行？行。加油！快干活啊！快点。约的客户到了没有？连个散客都没有。电话打了吗？
全部都打过了。我再去打一个。喂，你好，碧翠林轩。啊，刘总，要终止合同，为什么呀？喂，喂。喂，刘总，我刚才碧翠的林轩，是这样，能不能耽误您一点时间，咱们当面的聊一聊，好不好？不是，喂。打对订单的。单丽现在虽然已经入狱了，但是林轩他们都在四处为他奔走。我真没想到单丽居然会篡改沈建华的死亡证明，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呀！你说，沈建华真的是被单丽所谋杀的吗？现在还不清楚，不过很快就水落石出了。哎，我让你调查的沈建华的私人医生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已经查清楚了，那个医生就是一直治疗沈一曼失去味觉的医生，不知道吧？是吗？有意思。对了，那个周院长，他的老婆孩子都在英国，而且最近卷入了一起商业欺诈大案之中，据说正在面临英国警方的严厉指控。李月，那你就去把所有的事情都查清楚，越快越好。好。现在单丽已经入狱，我们要尽快把碧翠拿回来。可是我们应该……碧翠现在人心涣散，只要我们提出足够好的条件，股东们自然会投靠我们。还有，你去查一下，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正在和碧翠合作，把他们找出来，争取合作。是，甄总。你先去工作吧。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到你？您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？为什么一定要置单总于死地呢？我用人格向你担保，您的父亲一定不是他杀害的。现在证据确凿，而且法律不会这么轻易冤枉一个好人的。您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您的决定？不要让悲剧再上演了。林轩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是在维护属于我们沈家的权益，从非法的剥夺者手中拿回属于我们沈家的东西。我不想再跟你理论了，你请回吧。不是，沈总，你为什么一定要？林轩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走。干嘛把我拉出来啊？你这么过去找他，你有什么用啊？为什么总要帮着他呢？我并没有帮他。单总真的是冤枉的。你有证据吗？我相信你对单总的判断，但此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证据，才能还他清白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也相信单总是清白的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证据，才能还原事情的真相。最高赔偿100万英镑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没有，否则终生监禁。周院长，
你是？我是一个来帮你解决问题的人。什么？圣托马斯医疗器械公司，注册地伦敦，法人代表金美香。因牵涉到一起巨大的医疗器械走私纠纷，现正面临英国警方终身监禁指控。他是你爱人吧？你是什么人？放心，我是来帮你。100万英镑不是个小数字，不过正好，我现在手上多余了这样一笔钱。周院长，扶危济困一向是我喜欢做的，我只需要周院长举手之劳。什么举手之劳？我这